钱塘里呢，是我们第一次创作的现实题材作品。2019年开始到现在有2年多的时间，通过专家的一次次的论证和剧本修改，那么到去年11月份，我们正式开始创排。越剧现代戏《钱塘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每天都可能在中国当下发生的一个故事，一个很小的故事。一场车祸使2个完全不同家庭遭遇了同样的困境，牵引出了对人性的考量。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我特别注重它的生活质感。钱塘里虽然反映的都是一些小人物，但是它所呈现的主要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难得的、很平凡的、很动人的那种温情。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经常讲的一个关键词叫做以小见大，以平常见非常。以小见大，我们所能够见到的就是人性的光彩，避开不必要的做作的口号式的这种对观众的宣讲。想要他在这个过程润物细无声的，慢慢的让人看到人是要有担当的，是要走出困境，是要自己去面对，是要有勇气的。这部越剧现代戏的总体演出形象叫做钱塘里的成人童话。最终我希望这部作品是一部带有诗情画意的市井图。就舞台的呈现，不管有它的动态和它的简约和审美，我理解的是用这个都市感。钱塘里它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我们看到的传统意义上的杭州八景。从我这面作为视觉来说，希望呢它是有一种非常的当下的一种视觉元素，它可能会更有一些抽象，是都市的一种写意。在我觉得可能它的五彩斑斓的，它的灯光，它的霓虹，那可能更有一点都市的亲和感。我们在杭州，我们通过城市阳台看到我们的杭州的新的景观，它也是这样的，给人这种感觉，那种霓虹闪烁，包括楼体、点睛符号，在我们戏中呢，我们都会有所表达。但更多的呢，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新的视觉样式，游离开了我们传统越剧的那种模式，做了一次新的探索。从湖北灯光这个角度来说，我首先考虑到它的一种时尚性，不光是用光也好，或者空间的一种造型也好，在各种元素当中，我觉得还是要遵循戏曲的一种本体美学特征，它的写意性都要切入这个时尚元素，根据每一场的场景的一种空间变化，光如何跟景能够在整体的一个视觉表达过程当中做到完整到位，以及他的人物的情感的一种表达。我们更重要的是要遵循小百花惯来的唯美诗画艺术创作的一种高度。小百花乐剧团，它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团，它这个唱腔也继承了一些流派，但是更有它自己这个团的特色。所以说呢，我们把流派的一些元素，把流派的一些基因也放到这个戏里面。主要人物之一陆亚飞，这个演员是小生来演旦角，所以说呢，我们既要考虑到他小生的这些特点，又要考虑到旦角韵味，所以我们也花了大量的功夫来加减怎么改编，怎么来做。同时
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现代的、当下的这些审美的这些元素，所以现在的音乐它既是时尚的，又是非常的粤剧的。这部剧就是一个发生在我们当下这个社会的一些故事，把这个小事如何传递给观众，感染大家，这是我们音乐应该做到的事情。我们用了很多的弦乐、管弦以及钢琴呀等等的音色，而且也用了很多的一些音乐剧、舞台剧一些元素，比如说会用一些流行电子音乐的编配方式。小百花越剧团呢，也是在越剧当中最时尚的这么一个团体，它能容纳这些元素来进行一些突破与创新。做这个戏的时候，在设计当中呢，我希望能准确地抓住贴近符合这个角色的这样的一个服装样式，同时要兼顾到它整体的在台上所有演员的这样一个群像。所以说，从材质跟款式以及色彩上呢，进行了某一些系列的归纳，特别是属于咱们小百花这样女团带有时尚青春气息的这么一部剧里面，希望能做到各种细节精益求精和完整度。那么，之所以我们要选择钱塘里，因为它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们身处的新时代杭州，更因为它表达的真情大爱、人间温暖和人性的关怀，恰恰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根本需要的。那么还希望让年轻的观众，然后通过我们这个表演，他关注越剧，他也会喜欢越剧的现代戏。我希望这是一部能代表杭州、具有杭州标识度的一部越剧作品。戏曲的魅力就在于讲好中国故事，为完成这样一种现实的现代生活的扮演，做出了卓有成效。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这条路你们踏上了，而且这条路看起来很宽广。我觉得每一个时代应当要发出每一个时代的声音，我们也希望在小百花的舞台上能够去展现、去歌颂我们的新时代。